各位香港嘅老友記，你哋好啊！今日想同大家傾下一個好多人都關心嘅話題，就係長者生活津貼，等大家退休生活可以過得更輕鬆自在。想知自己符唔符合資格申請？即刻話你知。首先，申請人要年滿65歲或以上。第二，要成為香港居民最少7年，而且喺申請前1年要連續住喺香港。呢1年內如果離開香港唔超過90日，都一樣計數㗎。跟住就係大家最關心嘅入息同資產限額。記住，呢個審查係睇你申報嘅水平有冇超過規定。由2025年2月1號開始，新嘅限額係單身長者每月總入息唔可以超過10,770蚊，總資產就唔可以多過40,600蚊。如果係夫婦，家庭每月總入息上限係16,440蚊，總資產就唔可以超過61,600蚊。咁咩係入息呢？簡單嚟講，就係你嘅工資、做生意或者手作仔賺到嘅錢、退休金，仲有收租嘅淨收入等等。不過好消息係，仔女或者親友俾你嘅家用、安老按揭或者保單逆按計劃攞到嘅錢，都唔會計入息。但係要留意，呢啲錢如果冇用晒，儲起咗就會計入你嘅資產價啦。至於資產，就包括你喺香港或海外嘅物業、自住物業除外，現金、銀行儲蓄、股票、基金、投資車輛等等。不過，你住緊層樓，將來用嘅骨灰龕同埋人壽保險嘅現金價值就唔會計入資產，大家可以放心。另外，如果你配偶未夠65歲，佢嘅強積金強制性供款部分亦可以豁免計算資產。最後提提大家，申請期間唔可以同時領取高齡津貼、傷殘津貼或者綜援。申請手續好簡單，你可以親身或者叫親友幫手，去你住址所屬區份嘅社會保障辦事處辦理，亦可以打電話、傳真、電郵、網上表格，甚至郵寄方式申請都得。想知自己符唔符合資格？可以去社會福利署網站做個簡單嘅資格驗算。希望呢條片幫到大家更了解長者生活津貼。想知多啲退休生活資訊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。多謝收睇，下次再見。